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30，旧历的10月26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民进党的立委高嘉瑜，伊有南港内湖港湖女神的称号，讲起伊的男朋友甲拍，佮甲关伫的饭店两禁两工。讲高嘉瑜甲伊的前男朋友还佮保持着联络。 伊现任的这个姓林的男朋友郑烈公，醋桶夹起来，怎动手甲拍，是甲拍甲这个正面的喙皮、头壳、甲骹手四肢，真侪所在拢有正空，佮甲关伫的饭店关2工。高嘉瑜已经到病院来验伤，准备要甲告。早起高嘉瑜并无现身，是发表着声明，讲真歹势，互大家担心咯。伊讲伊会勇敢来面对，希望唔通佮有后一个受害者。 绘声绘影的事情，或者他们家很有钱哦，郑南宫等等，我觉得这些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挂姿色的喙暗上政论节目，立委高嘉瑜的造型和其他来宾相比淡薄怪怪。想要到几工前，伊敢若互男朋友拍过去病院验伤。就看报道，高嘉瑜和姓林的男朋友在1月11住伫邦桥某一间饭店。高嘉瑜敢若是和前男朋友小马保持联络，手机也咧传信息。男朋友就食醋，将物件带出去房间，佮甲拍，造成高嘉瑜的正面头佮骹手拢受伤，佮互关伫饭店2工。 嘉瑜他希望的是给他休息个半天吧，所以对我觉得你身边的朋友失恋了，你会怎么对待他？共党立委表达关心，高嘉瑜透早起离婚，伊签到无对外现身，对2岁姓林的男朋友的身份嘛引起外界好奇。有很多绿营的人，其实我认为，如果真正正绿或铁绿的人，一定不会喜欢柯文哲。高嘉瑜男朋友捌伫公播节目评论时事，目前伫政大读博士班。报道指出，姓林的男朋友常常对外自称是国安高层，目前无法度得到伊的回应。国安会嘛驳回讲无这个人。我们谴责任何暴力，男人打女人更是猪狗不如。 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讲同话，高嘉瑜嘛发出声明，实咧害大家烦恼，会统一向外界公开说明，伊嘛勇敢面对，敢若希望袂阁有后一个受害者，嘛阁一摆感谢大家的关心。